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。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，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跟住落嚟咧，我會訓練大家嘅小腿肌肉嘅。咁第一個動作咧係想訓練我哋後小腿呢個脹起嘅位嘅。咁就先揾一張咧唔識喐嘅凳啦，扶住佢。咁你隻手輕輕按住得㗎啦，唔使將個重心挨落去嘅。個人企直收腹，兩隻腳同膊頭一樣闊。咁面對住張凳，隻手輕輕扶住。咁我哋咧會有一個慢上升起腳踭，慢落勾起腳尖嘅動作嚟嘅。咁最好咧用3秒時間上去，1、2、3，收緊咗小腿，1、2、3，勾起隻腳，咁來回做20次嘅。好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1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2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3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4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5，保持正常呼吸。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6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7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8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9，慢上收緊，慢落勾起10。咁我想加少少難度，就舉埋雙手啦。咁先都係扶住張凳不變嘅。慢上收緊之後咧，幫我舉起隻手。慢落之後咧，隻手扶翻凳多，勾起隻腳。咁慢上嘅時候咧，隻手同一時間舉起啦。慢上舉起1，慢落變翻勾起腳尖。慢上舉起2，慢落翻嚟勾起腳尖。慢上舉起手3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4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5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6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7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8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9，慢落勾腳尖。慢上舉起10，慢落勾腳尖。咁呢個係第一個咧，我教大家嘅小腿訓練嚟嘅。